这两天有来自全国20个家长的顶头来架定哦，家长护卫主神在新民出巡的时，开路掠恶鬼来保护百姓。这就亲像是咱现代警察相像哦。其实咱台湾的家长上开始是伫台南，落尾伫嘉义总台，所以早期嘉义嘛，叫做家长群。伫嘉义的家长哦，5种的流派，家长要出军，拢爱有法师、道士、甲画面的老师来协助。现代的家长的顶头哦，唔那维持传统的定法卡步，伫服装甲兵器哦，佮画面顶头嘛愈来愈侪变化，有兼顾表演的艺术性哦。家长嘛有家长的规矩哦，边啊欣赏的观众嘛有禁忌，都唔通行到家长的队伍来破阵哦，嘛唔通接触到家长。其实伫嘉义进前已经办过几啊届的全国家长文化节，今年是甲团结中心社会来举办。咱即马特别请咱台记者加入甲小勇，带咱来看现场精彩的表演。是主播，记者目前所看现场呢，就是咱嘉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，来自全国7县市拢总20团的家长团，超过200位的长爷，对初八开始分组2天，要伫咧遮来架阵。今仔日的电头汇演对下晡1点正式开始。伫记者后壁面的这个大舞台呢，目前就电头开始伫演出，咱先来欣赏因精彩表演。除了顶头架阵的文化交流以外，主办单位伫现场有安排真侪甲家长文化相关的体验活动，亲像家长要出军进前爱做的开面，也有家长手顶摕迄支开示，民众嘛当来体验做迷你版的。每一个单位头前拢有民众排队等要体验，无论大人囡仔，拢感觉活动实在真吸收。一般的民众较无咧参加顶头，嘛无迄个机会当去体验到讲这个为这个面谱这物件，所以就讲教做新式的，是讲来体验看卖啊，感觉安尼画起来嘛真趣味，还有另外一边的风格，甲你另外一边风格。因为我喜欢这一派的文化，就很喜欢家将。我觉得画脸是很特殊的活动，也是幕后很特殊的力量。无论台顶台卡所规活动，拢是甲家长文化有关系，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认办正港的台湾家长文化生做三款。较等下伫尾暗5点，所有奖团佫会伫园区遮替民众收件祈福，祈求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。以上是现场上新的状况，咱从镜头交给主播。